右下角那个向左的箭头，按了才会退出去啊，不然都被广告给占住了，无法操作了。那会档案怎么这么大啊？太可怕了，差几十倍啊！这个不到11 MB 呢，稳定模式要577 MB，哦，差太多了。那里有很多广告了，打开。一面信中默问命。这个声音还算正常哎。未曾